今仔日是礼拜连假上尾一天，早起桃园机场系统故障，桃机公司表示讲包括2个航海的柜台报道系统、自助报道设备甲登机门的系统，因为连线有各样无法度正常来运作，有启动一个幽闭的机制来应对。一直到12点外，这个系统是规个有恢复正常。 28三港连假最后一天，休假加上出国人，桃园机场旅客是真多。早起所发生维系统故障，柜台后前大家长路路，未少人拖行李咧等，敢若用换来看时间，换来等系统恢复。只能等啊，不然怎么办？他好像10几分钟前才出来说坏掉了。所以现在要等多久还不知道？不知道，要看他，应该等他系统弄好了。 到11点外恢复正常，桃园机场公司表示，包含2航海柜台报道系统、自动报道设备、加登机门系统，因为连线异常无法度正常运作，紧急启动闭关机制来处理。另外，各道情报车流广播出现，各道交通量有高转至9700万车公里，塞车重点集中伫公路、上邦、基南到北南路段，就地疏导措施以上邦为主。国一北向的埔盐系统、虎尾。 以及国三的西滨，在中午12点到晚上9点之间，有实施北路的匝道封闭。伫市区西门町共宽道节、大炮停节甲潮流品牌打造每年定做，仅游客翕相。暗过涂骹是淡薄糊，未少人拢准备雨伞。气象处提醒73元宵节，也是未来一礼拜落雨上明显的一天。预计在周二这天的话，在整个 西半部地区都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者是局部雷雨的现象，而且西半部地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。春风绵绵，最近各地天气变化真紧，尤其初日透早早起北部以北，甲初三伫西半部雨势较大。气象处预估初5了后，水气对豆豆减少，初7有希望转做大爽的天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